在香港淺水灣那座能望見整片海岸的豪宅裡，91歲的謝賢坐在他收藏了半輩子的紅木椅上，指間夾着一支從未點燃的雪茄。窗外的海風裹着鹹濕的氣息撲進來，吹動他鬢角那抹標誌性的銀白，也吹散了茶几上一份剛簽署不久的信託文件。那份文件的受益人欄裡，赫然寫着張柏芝和他3個孩子的名字，而執行管理人卻是那位早已不是謝家媳婦的前人媳。消息傳開時，整個華語娛樂圈的聚光燈幾乎同時調轉了方向，人們驚訝的並非謝賢對孫輩的慷慨，而是他分明有一個在商界和影壇都混得風生水起的親兒子謝霆鋒，卻偏偏將這筆數目可觀的財產管理權交到了一個法律意義上早已與謝家無關的女人手上。這看似違背常理的決定，像一顆投入靜水的石子，激起的漣漪層層疊疊地擴散開去，最終觸及的是那個被反覆咀嚼了20年的情感謎題。謝霆鋒在王菲和張柏芝之間輾轉半生，他失去的當真只是一段又一段的男歡女愛嗎？當我們撥開八卦的浮沫，潛入那片名為人生算窄的深海，或苦攰發現金錢的流向從來不只是數字的遊戲，它是一面誠實的鏡子，照出父輩的擔憂、子女的叛逆，以及一個男人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女性力量之間所經歷的靈魂拉扯。謝賢這一生風流成性，散財無數，晚年卻比任何時候都更清醒地看透了一件事：剪給對了人是福蔭，給錯了人是禍根。他太了解自己的兒子了。謝霆鋒像極了他年輕時的翻版，骨子裡刻着對自由的極致渴望，情感濃烈卻缺乏對財富的敬畏。那些年謝霆鋒在娛樂圈拼命拍戲，從高處跳下，血肉模糊，換來的片酬動輒千萬，可他的消費觀卻帶着一種近乎自毀的浪漫。限量跑車買回來不到3天就撞毀，豪宅裝修到一半突然失去印趣便另置新居，投資餐廳和後期公司全憑一時興致，盈利與否從不在他的考量範圍內。謝賢曾親眼看着兒子在離婚後將價值數億的商鋪毫無保留地轉給張柏芝，不是出於算計，而是單純覺得麻煩，不想管。這種對金錢的淡漠，在謝賢眼中既是藝術家的天真，也是家族財富最大的威脅。他並非不信任謝霆鋒的賺錢能力，而是深知兒子的心始終飄在雲端，那些數字對他來說只是兌現自由意志的工具，而非需要守護的基業。反觀張柏芝，這個從底層摸爬滾打上來的女人，19歲就要替父親還債，22歲已經學佢在片場跟製片人據理力爭自己的片酬，30歲離婚時面對鏡頭的詰問，她只是紅着眼眶說：我的孩子要過正常的生活。他名下的物業從不追求地段車尾，只算學歐優良、配套齊全的中產社歐。他開的車永遠是7座保姆車，因為要同時接送3個孩子上學。他甚至攰在菜市場為了幾棵青菜跟攤主砍價，轉身卻在兒子生日時包下整個遊樂場。這種對金錢既務實又慷慨的態度，恰恰是謝賢眼中管家人該有的模樣。他把錢交給張柏芝，不是施捨，不是愧疚，而是一種歷經滄桑後的理性判斷。他知道這個女人會把每一分錢都澆築在孩子的未來上，而他的順子們流淌着謝家的血。但若僅僅將這一切歸結為好爺爺與好媽媽的故事，便太小看這場家庭劇的複雜紋理了。謝霆鋒與王菲復合後的這些年，外界看到的是一對神仙眷侶的歲月靜好，卻少有人注意到王菲對待金錢的方式與張柏芝形成了多麼鮮明的兩極。王菲是華語樂壇的傳奇，她的財富積累同樣驚人，可她的生活哲學是夠用就好。北京4合院裡住着一件黑色羽絨服能穿10年，出門背的帆布包洗到發白也不換。她從不投資房產股票，不參與任何商業代言，甚至對謝霆鋒的風味帝國漠不關心。偶爾被拍到兩人同框，不是在街頭吃碗10塊錢的雲騰，就是在某個小眾美術館看展。這種超然物外的姿態，對謝霆鋒而言是靈魂的棲息地，是他逃離浮華世界的避難所。可對於需要撫養3個孩子的父親來說，卻構不成任何關於責任的參照系。
謝霆鋒在王菲身邊，永遠是個需要被包容、被理解的藝術青年。他可以為了給他做一毒早餐研究食譜到凌晨，卻不會想到要為兒子們的大學教育基金做一份定投。謝賢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他不是反對兒子的愛情，而是作為父親，他清楚地看見謝霆鋒在兩種關係裏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生命狀態。在張柏芝面前，他是必須撐起屋檐的丈夫和父親，哪怕笨拙，哪怕疲憊，卻始終被拉扯着向下扎根；而在王菲面前，他則徹底重開了那根繫着現實重量的繩索，像風箏一樣飄向更自由卻也更虛磨的天空。謝賢的選擇本質上是對這兩種謝霆鋒的無聲評判，他寧願那個丈夫和父親的謝霆鋒繼續存活，哪怕是以詞藝式為媒介，也不願看到藝術家的謝霆鋒將整個謝家的未來揮霍成一場華麗的煙火。這場關於金錢管理權的交接，在社交媒體上引爆的爭吵早已超出了家庭瑣事的範疇。有人痛斥謝賢老糊塗，被前人式的苦情戲碼蒙蔽雙眼。畢竟張柏芝的第三個孩子生父至今成謎，一個連家族血脈都不純粹的女人憑什麼掌管謝家財產？也有人拍手稱快，認為這是對謝霆鋒多年來缺席父親角色的終極打臉。一個連兒子開學日都記不住的男人，活該被剝奪財務話語權。更有陰謀論者翻出陳年舊賬，說這是謝賢對王菲的隱晦報復，用真金白銀告訴那位天后，你可以在精神層面征服我的兒子，但謝家的煙火傳承，輪不到你自悔。這些喧囂的背後，其實藏着同一個被忽略的真相。謝霆鋒本人對這不剪的貴族，從頭到尾未有發表過一句意見，不是不敢，而是不想，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內心深處的某種漠然。他早已過了用金錢證明自己的階段。風味帝國每年過億的流水，英皇娛樂的分紅，再加上他那些令人咋舌的古董吉他收藏，隨便拿出一樣都比父親信託的數額更龐大。他真正在意的，或苦衝嚟就不是錢，而是父親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將他生命中最具重量的兩個女人放在天平的兩端，並且毫不猶豫地傾斜向了那個他已經離開的人。要理解這種傾斜背後的情感邏輯，我們必須回到千禧年初那個改變所有人命運的夜晚。當時的謝霆鋒19歲，王菲31歲，那像著名的世紀牽手照片裏，少年跟在天后身後，低頭抿嘴笑着，像是偷到了全世界最甜的糖。可這段相差12歲的戀情，從一開始就承載着外界的過度解讀。人們說王菲是在用謝霆鋒填補遇鬥為離婚後的空虛，說謝霆鋒是在借王菲的名氣上位。這些流言像鉗一樣扎進少年敏感的自尊裏，而真正壓垮這段關係的是兩個人在生命階段上的立位。王菲已經歷過婚姻生育，她需要的是一份穩定而輕盈的陪伴，像午後陽光下的爵士樂。謝霆鋒卻剛剛踏入成人的世界，他的愛帶着火焰般的灼熱和不確定性，像午夜場搖滾演唱會的西吼。當張柏芝以更年輕的姿態闖入時，他的閃活，他的崇拜，他那種沒有你我俱死的決絕，恰好填補了謝霆鋒在年長戀人那裡得不到的被需要感。但這段婚姻從開始就埋下了悲劇的伏筆。謝霆鋒在婚禮上的笑容被媒體評價為完成任務式的輕鬆，而張柏芝在婚後第2年接受採訪時，無意中說出她回家很少說話，總是待在琴房裡彈同一段旋律。那段旋律是王菲的《紅豆》，只不過當時未人願意戳破。2008年的那場風暴，將這段本就脆弱的婚姻推到了懸崖邊緣。張柏芝在鏡頭前哭訴我嫁的是謝霆鋒，不是全世界。而謝霆鋒在記者發布會上那句我娶她的時候，就知道他是怎麼人，看似包容，實則透露着一種居高臨下的冷靜。這種冷靜恰恰是愛情中最危險的信號。當你不再為對方的錯憤怒或崩潰，而是選擇用理性去處理時，心已經走遠了。真正讓這段關係土崩瓦解的，或苦不是那些被曝光的照片，而是謝霆鋒在後來的訪談中坦白的那句話：當時我發現自己更在意的是怎麼跟公司交代，而不是怎麼跟他交代。
一個男人在婚姻危機中最先想到的是公關策略，而非妻子的感受。這足以說明他內心的情感權重早已發生了偏移。離婚那天，張柏芝抱着2歲的小兒子在律師樓外蹲着哭，謝霆鋒遠遠站在保姆車旁，沒有上前，只是對助理說了句把他的卡額度提到最高。這種用金錢代替體溫的善意，成了他們之後10年相處的唯一模式。而王菲在這10年裡，始終保持着一種近乎禪意的沉默。她沒有在張柏芝最狼狽的時候接受任何採訪，沒有點讚過任何暗諷謝霆鋒的微博，甚至在與謝霆鋒復合的前夕，被狗仔拍到獨自在寺廟抄經。那種疏離的淡然，對謝霆鋒來說是一種致命的吸引力。他從來不要求他變成誰，不要求他解釋過去，更不要求他對未來做任何承諾。2014年，他們被拍到在公寓親吻時，整個娛樂圈沸騰了。可兩人的團聚只發了8個字：往事如煙，珍惜當下。這種輕描淡寫，與當年他和張柏芝離婚時那份冗長的財產分割聲明形成了殘酷的對照。謝霆鋒在王菲身邊重新變成了那個19歲的少年，佢為了給他買一碗喜歡的糖水開車橫跨半個香港，佢在演唱會後台對着視頻通話傻笑，佢在綜藝節目裡聽到別人提起飛姐時耳尖泛紅。可問題是，他已經40歲了，是2個孩子的父親，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闆。少年心性在愛情裡是浪漫，在生活裡卻是特權，而這份特權的代價，是他的父親不得不替他扛起那些他選擇性遺忘的責任。張柏芝在離婚後的重建，幾乎可以寫成一部女性自救的教科書。他拒絕了一切受害者的劇本邀約，沒有像外界預期的那樣抱着孩子上綜藝肉慘，反而在採訪裡笑着說：我每天早上5點半起來給兒子做早餐，覺得特別踏實。他帶着2個兒子移民新加坡，親自接送上下學，參加家長會，甚至學會了做複雜的數學模型題來輔導功課。那些年媒體拍到的他，永遠是大包小包地牽着孩子，素面朝天，穿着寬鬆的運動服，跟所有普通媽媽沒有勾別。只有在深夜的社交媒體直播裡，偶爾能看到他卸妝後的疲憊。當他讀到粉絲留言你值得更好的人時，沉默了幾秒，然後輕輕說：我現在就很好，有他們3個，我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這種把母親身份等同於全部自我價值的宣言，固然帶着某種悲壯，卻也讓他在實打實的生活磨礪中練就了一身令人敬畏的生存本領。他投資開設的人童玩具店，從算品到陣列全親力親為，年利潤竟超過了謝霆鋒某些電影的投資回報率。謝賢有次在家庭聚會上當着謝霆鋒的面感慨：這個家真出了事，能幹事的恐怕全是柏芝。謝霆鋒低頭切着牛排，刀叉在瓷盤上發出細微的摩擦聲，未人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麼。謝賢的信託決定，在家族內部引發的那場暗衝，遠比外界看到的更驚心動魄。據說謝霆鋒的妹妹謝婷婷曾為此專門飛回香港，在父親的書房裡談了4個小時，核心議題只有一個：張柏芝畢竟已經改嫁，雖然後來證實是謠言。謝家的資產外流會不會影響他和他孩子的繼承權？謝賢當時的回答被傭人無意中透露給媒體，他說：我留給信子的東西，誰對他們好，誰就替他們管，性怎麼不重要，身體裡流着怎麼血才重要。這番話的心意，在於謝賢徹底跳脫了傳統的宗族觀念，將血脈傳承從姓氏和名分中剝離出來，重新錨定在實際的養育行為上。他看得分明，謝霆鋒雖然定期支付巨額撫養費，但孩子們成長中的每一個關鍵節點，第一次換牙，第一次游泳比賽，第一次上台表演，陪伴在側的永遠是張柏芝。而王菲那邊，謝霆鋒甚至已經將一部分工作室的股份轉到了竇靖童名下。這種愛屋及烏的慷慨，在謝賢看來既是兒子的心情，也是他的糊塗。你自己的親骨肉船沒得到你時間上的充分灌溉，你倒先去給天后的女兒鋪好了路。這不是記覺，而是一個父親基於生存本能的焦慮。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謝霆鋒這個永遠在追逐精神滿足的孩子，佢不佢真的把物質世界也一起浪漫化地拋棄？我們當然無法苛責謝霆鋒的選擇，畢竟愛情本身從來不按世俗的標尺生長。他愛王菲，愛得純粹而忘我，那種精神層面的共鳴和審美趣味的高度一致，是張柏芝用100次默默付出也換不來的。王菲懂他的音樂，懂他的沉默，懂他藏在冷酷外表下的脆弱。他在機場看到他時，佢自然地走過去幫他把歪掉的衣領翻好，而謝霆鋒則佢在大雨天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裹住他的頭。這些瞬間的溫柔，構成了他們之間堅不可除的情感結界，任何外人都無法闖入。可問題的悖論在於，當一個人過分追求靈魂伴侶的懂得時，往往佢犧牲掉另一個擁堵的擔當。謝霆鋒缺席了兒子 Lucas 的第一次家長會，因為那天王菲臨時起意要去大理看蒼山，他錯過了 Quintus 的生日派對，因為要陪王菲錄製一檔需要保密的音樂節目。這些缺席在謝霆鋒的邏輯裡是可以被下一次彌補的，但在孩子們的時間線裡，童年就那麼短短幾年，錯過了就是永久的空白。張柏芝從不在孩子面前說父親呸話，甚至佢在父親節主動提醒孩子們給謝霆鋒錄視頻祝福，可那些視頻裡孩子們拘謹的表情和背台詞般的爸爸我愛你，已經無聲地宣告了這段父子關係的疏離程度。謝賢把財產管理權交給張柏芝的深層心理，或許是對這種疏離的最後一次干預。他無法命令謝霆鋒回歸家庭，無法改變兒子在王菲身邊那種忘我的沉溺狀態，但他至少可以用金錢這個最世俗也最有效的槓桿，迫使張柏芝始終與謝家保持強關聯。只要他存在管理這筆信託，他就必須定期向謝家的律師匯報支出，必須讓信子們每年暑假回香港住滿2個月，必須參加謝家的冬至飯和清明祭祖。這些看似繁瑣的家族義務，正是謝賢用來擁繫謝家這個抽象概念具體存在的紐帶。他太聰明了，聰明到看穿了張柏芝對金錢的務實態度背後，隱藏着對家族歸屬感的隱秘渴望。他雖然離婚了，卻始終以謝家信子的母親自居。這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他原生家庭缺失的穩定感，而謝霆鋒對此心知肚明，卻隱之任之，因為他內心深處或苦也暗暗僵幸。有人替他做了那個惡人，讓他可以繼續安心地做王菲身邊的孩子，而不必直面自己作為父親的潰敗。但我們若將目光從謝家的小劇場移開，投向更廣闊的社區預警，佢發現這場風波不過是當代家庭關係轉型的一個極端縮影。在傳統的父權敘事裡，財產永遠沿着男性子嗣的脈絡垂直傳遞，人媳只是過客，前人媳更是外人。謝賢的破局之處在於他承認了情感投入的實際重量大於法律上的名分。他看到了張柏芝10幾年來日復一日的陪伴價值，遠超過謝霆鋒那張巨大的匯款單。這不是對謝霆鋒的懲罰，而是對生命真相的臣服。愛在哪裡，時間就在哪裡，剪最終也應該流向哪裡。而謝霆鋒夾在兩位女性之間的20年，從來就不是簡單的選擇誰的單選題，而是關於成為誰的存在主義困境。選擇王菲，她成為自由的、藝術的、遠離俗務的自我；選擇張柏芝，她成為責任的、家族的、腳踩泥土的父親。現實是他試圖兼得，左手握着靈魂的棲息地，右手重開責任的臍帶。而謝賢用一紙信託文書告訴他：你可以不算，但家族的血脈不能跟着你一起懸浮在半空。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激情澎湃地讚敘、嘲諷、痛罵時，或苦忘了這件豪門恩怨的納匹，與普通人的家長里短聘無本質勾別。那個家庭沒有過展開給不靠譜的兒子算是懂事的人式的爭論？那段婚姻沒有過靈魂伴侶與生活伴侶的隱形博弈？謝霆鋒的掙扎，王菲的淡然，張柏芝的堅韌，謝賢的算計，這些角色放在任何一個小歐的業主群裡，都能找到對應的臉譜。勾別只在於他們的數字後面多了幾個零，他們的眼淚被高清鏡頭放大了無數倍。而那些我們熱衷評判的失去，
謝霆鋒失去了張柏芝的仰慕，失去了孩子的親密，失去了父親的全然信任，真的全是愛情的選擇帶來的嗎？或許更準確的表述是，他在選擇愛情的過程中，暴露了自身成長的不同面向，每一種選擇都伴隨着某種喪失，就像硬幣必須有兩面。結尾處，我想起謝賢在某次深度訪談裡說過的一句話，當時主持人問他這輩子最遺憾的事是什麼，他抽了半支雪茄，緩緩說：我最遺憾的是沒教許霆鋒怎麼同時做好一個愛人和一個父親。我年輕時也以為這兩件事是衝突的，現在才知道，他們只是需要不同的時間管理。這句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所有爭議的鎖。謝霆鋒今天面臨的困境，謝賢當年同樣面對過。他風流成性，辜負了狄波拉，卻在晚年拼命彌補對子女的虧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彎路，謝賢用金錢管理權挖下的那道界碑，與其說是對兒子的苛責，不如說是對自己年輕時的救贖。而張柏芝與王菲這兩位被反浮比較的女性，其實從未真正站在對立面。王菲在採訪中說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張柏芝在綜藝裡也笑着回應過，我祝福所有愛過她的人，他們都早於圍觀者抵達了某種通透。愛情離去如潮汐，留下的是各自成長的岸。至於謝霆鋒，他失去的從來不是某一段愛情，而是被迫在自我實現與責任履行之間做出殘酷切割的那種幻想。但他終究是幸運的，因為他的父親存在用他的方式替他兜底，他的孩子們存在健康地長大，他的靈魂伴侶存在深夜的琴房裡等他彈完最後一個和弦。作為理性而成熟的旁觀者，我們不必將這場家族風波演繹成道德審判的舞台劇。謝賢有謝賢的私心，謝霆鋒有謝霆鋒的軟肋，張柏芝有張柏芝的執念，王菲有王菲的疏離。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出了最不後悔的選擇。我們熱衷的那些誰贏了誰輸了的討論，本質上是將複雜的人生簡化為競技體育。可真實的生活從來只有選擇後的承擔，沒有裁判吹響中長哨。當我們下一次再看到類似的娛樂新聞時，或許可以多一分理解，那個被我們嘲笑怕老婆的男人，可能正在學習如何溫柔；那個被我們指責不負責任的父親，或許正在用他的方式消化成長的陣痛；那個被我們同情太犧牲的母親，也許正享受着他親手搭建的生活堡壘。吃瓜的終極修養，不是看誰的笑話更大，而是在別人的故事裡看見自己的影子，然後輕輕說一句：都不容易，祝他們各自安好。淺水灣的海鳳船在吹，謝家的紅木椅上，91歲的老人翻開了一本舊相冊，裡面有3歲的謝霆鋒騎在他肩頭大笑的照片，也有張柏芝抱着新生人在產房裡的憔悴笑容，船有王菲在某個頒獎禮後台與他擦肩而過的側影。他合上相冊，對傭人說：今晚包餃子吧，多包點，給柏芝那邊送過去。窗外的翁多利亞港燈火尖亮，像無數個平凡家庭的廚房，溫暖而瑣碎，久戰而綿長。這世間所有的愛恨與金錢，最終都會沉澱為時間的塵埃，而塵埃裡開出的花，名字叫做生活本身。